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一开始，咱来看气象局伫下晡2点半发布今年第9号风台路劈的海上风台警报。这个风台会伫明仔载接近台湾，拜5、拜6离咱台湾上近。最上近有伫明仔载下晡会来发布路上的风台警报。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 上面可以看到，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台风的位置大概是在台北的西南西方，大概70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东北，再转偏北的方向前进，大概在明天中午前后会登陆中国福建跟广东的交界这一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暴风圈会逐渐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所以我们要提醒，在这个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而至于这个台风在未来移动的状况的话，我们从浅视路径图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在明天登陆了中国之后，还是会持续以偏北转东北的方向前进，大概在5号的晚上。 6号整天到7号的上半天，会逐渐的通过福建的沿海，在这一段时间，它的暴风圈很可能也会对我们的金门、马祖甚至澎湖构成威胁，因此气象局呢也有可能会针对这几个地方，在明天下半天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不过这个台风的路径上面其实是有些变数的，因为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台风，假如它提早从中国大陆登陆的话，在陆地上受到破坏，它的强度也有可能会减弱，因此 它有可能也是以大概热带性低气压的状况影响到我们金门跟马祖地区，但是由于它伴随的风和雨以及浪的部分的话，无论是任何强度，对金马还有澎湖都会有影响的，所以请这3个地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 再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0个本土病例，有一个带病入境，无人死亡。新北市有14例上济哦，台北市有5例，桃园有1例。另外，今仔的指挥中心嘛有来说明讲疫苗注射率加数量，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属的病例有20例，好，那含居隔阳性的16例，那有4例是关联不明。 那境外移入有1例，那没有死亡的案例。那居住的县市在新北市有14例，台北市5例，桃园市1例。2个群聚，一个是家庭的群聚，那不过这都已经区隔起来昨天打了86554人，那总共我们的人口的涵盖率现在是34.41%。 那既市人口比是36.19。现在就是中央跟地方加起来 A 例有93万8000左右哦。那还有这个莫德纳部分，目前我们还有剩下66万6900剂左右哦。2剂完整接种后的第14天以上，就是只有6例哦。那占我们的突破性感染发生比例约0.002%以上。来看前台北市长，嘛是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哦，今仔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申请停止执行卫生福利部针对高端疫苗的紧急授权处分。郝龙斌是认为讲高端的疫苗无经过科学证明有防护力，就一定要让民众来自乐。伊认为政府根本无重视台湾人的命。如果拿一个没有经过 验证保护力的疫苗来给民众施打这事实上这也是把老百姓当白老鼠。陈时中部长是我们国产疫苗的刽子手，因为他用这种不合程序正义、不合科学验证的方式通过高端疫苗其实让我们高端疫苗的公信力已经受到很大的折伤。 郝龙斌认为，讲免疫交接不是国际认同的技术。伊认为，高端至少要提出第3期的期中报告，才通予因取得紧急授权。郝龙斌讲若属于即马就是台北市长，一定会要求卫生局唔通配合中央来注高端疫苗。伊嘛呼吁关市政府应该嘛爱拒绝高端疫苗。 再来看，咱国内疫情转好，也毋过印度第塔变种病毒，佮继续伫全球的传。有专家是警告讲，除了严守边境嘛要注意，一般时内病毒会透过空气传播的风险。嘛有专家建议讲若是会当甲国产的高端疫苗当做第3剂的疫苗来注，无的确会当对付变种病毒。
台湾当地拼注新冠疫苗的速度，目前累计有840.500多人有注疫苗，注射率是34.07%，而且部分国产的高端疫苗已经完成封检的检验。疫苗医药平台目前有超过96万人愿意注高端的。不过，国内专家认为讲，高端若是加做第3档来注，对抗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的效果应该袂歹。高端的抗体产生其实是不差的，所以呢，如果把它拿来当第3剂加强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它需要打第3剂的时候呢，如果疫苗不足，用高端来，应该可以把抗体打得更高。那这样子对变种病毒会有帮助。专家表示，目前所有疫苗拢是根据中国武汉病毒株的基因序列研发出来的，所以对抗武汉的病毒株是真有效。不过对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或者是印度变种病毒株，抗体拢会降低到6倍至8倍。所以部分的欧美国家当地的建议要注第3档来加强。另外，嘛有专家警告讲，国内疫情虽然有较稳定，不过无代表疫情已经结束。除了边境的管制要做好，嘛要注意在室内病毒在空气当中气溶加传播的风险。病毒呢，它很容易的会随着这个气溶胶还有这个密闭的空间，它可以这个快速的传播。那它长时间待在这个室内的话，那其实呢，就是增加了这个暴露的风险。专家提醒，若要阻挡新冠病毒外传，第一要紧的目标就是爱注疫苗，无论是 AZ、莫德纳或者是高端，临床试验的结果对预防重症甲死亡拢有80%以上的保护力，而且就算有注过疫苗，民众也是爱落实勤洗手、挂喙安等等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上北市才打开放的当地餐厅内底用餐，也毋过就是连续传出百货公司的员工胃着病。台北102百货公司就徛规个人员确诊，伫初二暗晡赶紧提前关门来消毒。邦桥嘛百货公司因为有员工确诊哦，今仔停业，全部员工拢爱体检。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要求讲，必须要全部员工拢是阴性，才会当恢复营业。邦桥一间百货公司有员工确诊，紧急停业一天，门口也规划体检区，摆好椅仔安排动线，因为机动体检队要来替800名员工做体检。今天目标是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完成。那我们明天今天的部分会先暂停营业1天。那今天做完筛检的一个动作之后，全馆在这个结束之后还会再做1次消毒。我们立即要求小圆柏要清消停业，然后所有的全部员工要去做好筛检，要全部筛检都是阴性以后才可以复业。同款因为有确诊来暂停服务3天的一间病院，因为内部发生群组感染，计共10个人确诊。侯友宜提醒讲，新北的传播链佮原在爱用警戒4级的态度来做防疫。针对餐厅店内者，伊也强调讲，要开放就要严格管理。台北市长郭文地初3暗时去巡百货公司卖食室的所在，记者表示，来买食室的人客有60%选择店内食室，有40%是包顿去食。白拉面出名的店头52席也敢若开放14席。你说这会不会拉太开了？啊，慢慢加了。那我们也希望说，慢慢让这个人流慢慢可以回升了，不过在初期还是要小心。另外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尽早可以打疫苗。新北开放餐厅店内食室态度是真认真，既帮距离拢爱守规定，要兼顾民生甲经济，防疫就要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莫德纳疫苗第2弹开始注入，也毋过有一寡有心的护理人发现讲，汤圆的卫生所无法度预约，因甲要去病院预约的时哦，都无名额咯。市长郑文灿是强调讲，目前的疫苗是够有够，有心的护理人一定拢注会到哦。初六嘛会伫汤圆巨蛋的注射站开放600个名额，互因来注。天一日报道，真侪有心的婚姻人一透早就到妇产科注莫德纳疫苗第2剂，希望互家己也有囡仔对抗疫情上好的保护力。第1剂大家都说没问题，所以我就去打第1剂。然后第2剂有妈妈说就是发烧啊什么的，有的妈妈也说根本没事，所以我就觉得那应该没事，我就来打第2剂。那国外的报告是说，第1剂会发烧经验大概3%，那第2剂大概30%。普拿疼是 B 级啦，动物、人类实验都是安全的，孕妇都是吃普拿疼，头痛退烧可以用。莫德纳疫苗开始注第2剂，汤圆区卫生所无开放有心的人来注，未少有心的人进入预约系统，才发现卫生所只提供1到3类。
想要翻头抢便宜的名额已经被付，也引起民怨。很难约对，对，就是看到新闻，只要说有的会问一下，可是实际上都对，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三大妇产科的名额是1050个，那加上我们在巨蛋体育馆有600个名额，还要加上11个责任医院，所以我们提供的名额是绝对充足的。市长郑文灿表示，这一轮符合资格的有薪的人有1100人左右，有薪的人注疫苗需要专业医师问诊。所以无开放到卫生所注疫苗，强调疫苗是充足的，一定会互有心的人拢会当注，也确定初6搁开专案注疫苗。伫桃园巨蛋注射站提供600个名额，互有心的护理人。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哦，本地今年8月28要办的公投，即嘛是改伫12月28来投票哦。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公投要延期，也毋过中选会宣布甲12月18之前接打满18岁民众列伫会当投票的名单内底。受到疫情的冲击，各大活动无法度照期来举办，包含今年8月28原本要举行的公投，嘛宣布改伫12月18来投票。不是个中选会讲，投票权人的名册伫8月初8都已经编好势咯，也就是伫8月初8进前未满18岁，安尼就无法度参加这边的公投。所以这边宽团都批评讲，安尼做法是剥削少年人的投票权。没有把延期期间年满18岁的人口列入这次的投票权的造册名单，那我们觉得是有违反公投法第7条年满18岁享有公民投票权的这个意志。台湾万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伊讲，这边的公投延期，这毋是法院判决无效确定的定性投票，所以就要照公投法第8条的规定，投票权人的年龄甲伊大的期间，应该就要算到投票前的1天为准。因为在公投法的第8条第2项的后段，它有明确的表示说，投票权人的年龄及居住期间的计算，以算至投票日前1日为准。你的这个造册的时间还有这么长的一个准备时间的一个情况底下，却要去引用一个所谓的天灾或不可抗力情势的办法来办理公投的延期，这个在法律的文义解释上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宽团希望政府都要重视所有年满18岁国民的权益，依法要甲92年8月29到同一年的12月18出生的人，甲列入去投票权人的名册内底，唔通剥削7万外个头一摆投票的权利权。若是讲中选会无煞后的作为，宽团嘛无排除讲会联合其他的公民团体做后一步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白俄罗斯一个以真出名的异议人士，伫初3号发现讲死伫乌克兰一个公园内底，警方目前是以谋杀的方向来侦办哦。另外，伫东京奥运，白俄罗斯一个雄雄要互代表队送回国的招票女选手，伊嘛向日本政府要求援助。即马伊嘛已经取得波兰的庇护，准备要离开日本咯。警方伫咧指挥这座公园一个树桩附近有封锁线，白俄罗斯的异议人士施孝夫初3被人发现吊刀死亡，当局认为有可能是家己自杀，或者是被人看起来敢若是自杀的谋杀案。施孝夫伫咧初2早起出去外口运动就失踪，朋友发现讲怪怪，报警。乌克兰的警方讲，施孝夫的鼻甲甲脚头拢有刺伤，不过可能袂当安尼就断定伊互人攻击。对于施孝夫死亡的消息，明斯克当局并无回应。流亡伫咧海外的白俄罗斯异议人士听到相关的消息，拢讲，即马无论人伫咧倒位，拢无安全感。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запугать тех, кто наиболее активен за рубежом, кто боретс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 режимом. Чи почуваєте ви себе зараз у безпеці? Зараз нет, конечно. 今年26岁施孝夫北甲朋友讲，自从去年伊参加反政府示威活动了，离开白俄罗斯，伫咧基辅就定定有车架军装办抗议活动时阵，有一寡唔捌的人挖军机，怀疑讲已经被人监视。Пришл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Австрии в Киеве, чтобы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общей акции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австр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прекрат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ежимом Лукашенко. 施孝夫是白俄罗斯之家的领导人，这个组织伫咧乌克兰基辅是专门协助白俄罗斯人逃离迫害团体，提供大的所在、工作甲法律的咨询。也因为白俄罗斯的局势动荡，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敢若是真济白俄罗斯人的避难所。北卡卢卡申科竞选总统的反对党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这么人也伫咧海外，听到施孝夫吊刀死亡的消息，才震惊。
听，不过伊无讲谁人应该为这件代志负责。另外，原本参加东京奥运的白俄罗斯的地跑选手齐马诺斯卡亚已经摕到波兰的领导签证。伫随时听讲有一台波兰驻东京大使馆的轿车再去机场，准备要去华沙。齐马诺斯卡亚伫吹沙讲，代表团有甲伊讲正白，若是伊转去白俄罗斯，会互人听取。伊是因为伫咧社群网站批评因国家的体重被强制遣返，不过伫咧上飞机进前向日本的警方要求协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越南的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已经滚价，胡志明市顶19个都市宵禁搁再延长2礼拜。另外，伫印度今年4月份爆发的第2波疫情，已经造成1500万人失业了。也毋过其中查某人是占多数。伫越南河内地区的居民，若要入去传统市场买菜，就要有菜尾单才会当入去。去年不是防疫模范的越南，自世界发生新一波疫情。伫咧第二塔病毒继续传开，目前的确诊人数已经到145000例，死亡人数超过1300人，其中8成個是伫過去1個月內死亡。為了要防止疫情擴大，當局伫8月宣布，胡志明市加南部其他18個省市原本的宵禁措施，會自8月初2開始，再延長2禮拜。河內後禮拜到期的封鎖期可能也延長。Mình thấy cái việc mà đi chợ chia theo ngày như thế này thì rất là nó cũng có một chút tác động rất là tích cực trong cái việc phòng chống dịch Covid. Thứ nhất là để cho người dân giãn cách, rồi là hạn chế tập trung đông người ở chợ. 伫即馬越南全國有1/3的所在是封鎖，要有許可證才能出門。不過河內伫咧上下班時陣車也是真多。Trong cái khó khăn nhất trong cái việc xử lý ở đây là cái lượng người ra đường vào cái giờ cao điểm là vẫn rất là đông. Nguyên nhân thì là do cái tình trạng là các cái văn phòng công ty vẫn cấp giấy đi đường và vẫn tổ chức hoạt động, tức là chưa thực hiện nghiêm cái chỉ thị của Ủy ban thành phố về cái việc là áp dụng công nghệ thông tin để làm việc tại nhà. 越南的人口9800萬人，即馬主會有風險的比率只有6%，速度算慢。當局希望伫咧明年初達到群體免疫。另外，印度今年4月疫情2變大爆發，雖然即馬有較穩定，不過對經濟影響真大，有1500萬人無頭路，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印度小型的企業組織估計，婦女差不多佔失業人數的6成。還有一項數字，去年就失業的婦女有4成7到即馬也是無頭路。像即間成人廠復工了，會當轉來上班的員工攏是男性。Anytime such a problem comes, they are the first soft point. So the question comes to your mind is to reduce your cost. What are the ways you will do that? So in Indian scenario, what you do that first is to wipe out your staffers. 工會團體講，伫咧做基層較無需要專業技術工作的婦女，伫經濟困難的時陣，常容易被犧牲。政府無甲因鬥相共，結果造成女性愈來愈散赤，家庭暴力、童婚、失業的現象也愈來愈增加，已經互印度的男女無平等愈來愈嚴重。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譯。澳洲太空總署的觀測顯示，講托尼基甲塞浦路斯的地表溫度，佇這個月已經有2日攏超過50度。嘛，造成佇托尼基、希臘，閣有巴爾幹半島，有真濟所在哦，火燒山到達閣無法度拍花。星期三暗，希臘首都雅典北部20公里外，松林野火燒甲照光夜空，真濟民家厝汽車風燒害。當局下令疏散更較濟居民，出動500多名的消防員，10多隻的無人機甲300名警力來拍拼拍火，保證希臘當自舊30多年來上嚴重的燒大。連日攝氏40度以上的高溫加上強風，佇各地引起80多件松林野火向海華地區傳燒，造成火車甲部分高速公路中斷，首都電力供應也受到影響。另外，土耳其為7月2日起各地發生156場松林野火，南部土耳其甲愛琴海沿岸尤其嚴重，至少造成8人死亡。東巴聖地馬爾馬利斯撤離淨空，農民將牲口趕到海邊避難，消防隊陸空拍火，民眾鬥相當流水大。雖然大部分火場已經控制，也有11場的大火當咧燒，攝氏40度以上的高溫。
天气大暑，拢不离救灾。 Şu anda bölgemizde olan yangından dolayı yangın önlemek için çalışma arkadaşlarımızla beraber yangının müdahale etmeye çalışıyoruz. İşte yangın önünü kesmek için ağaç motorlarıyla karşılıklı şeritte keserek yangın mesafesini düşürmek için. 野火也引起政治吹乱。安卡拉当局弹出追求独立的靠着工人党强攻阴谋论，也毋过无实质的证据。伫政治考虑之下，也只会当接受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协助救火。另外，伫巴尔干半岛，高温强风同款造成野火真紧炭烧。克罗埃西亚海边度假胜地特罗吉尔野火用2天才得到控制，也阁有。 北马其顿的可卡尼野火烧害几啊栋厝，也阁造成真侪野生动物死亡。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看咱国内新闻哦，嘉义县这几天大雨落袂停，河川水头将近20栋的粪扫拢冲到出海口东石渔港，嘛影响到渔船的进出。另外，伫徛乡哦附近的道路拢放弃，路边阁有大型的电塔，乡长是真烦恼哦。 也毋过台电是认为讲目前是安全的，嘛袂去影响到供电。规片的土石拢看现见，点啊加路规拢放落去，这是嘉义县直行乡光华村的重要干道。因为连续几落天落大雨，159架32客地基拢流失，当地民众拢用行的，真危险。县府加乡公所赶紧派人来抢修。0801的豪大雨，造成我们嘉义县的山区。 很多的路线都中断啊，行驶上有看力的顾虑。民众要出入拢有问题，而且沿路也有真侪树仔倒去，大家最近处理倒去的树仔，也有村民辛苦种的果子树，全部拢被冲到山骹去。大雨也予金西村166线65客便破路落去，西雅村南电北上的大型电塔的地基也拢乌空去，唔知敢会放落。 伫遮做几个10年，啊，拢毋捌拄着安尼吼，啊，即个安尼放一个，看着拢怎啊，拢人拢戆个。我这足辛苦安尼吼，啊，去放安尼路含路拢袂通啦。离我们的基础大约有55公尺处哈，啊，跟它的距离哈，有大概有50公尺的一个长度哈。啊，经现场评估，我们铁塔强度安全无虞哦，无影响公共安全。 同款伫家己馆长伫咧河边，甲水内边的水流查好起来。连续几落天落大雨，埔子区顶楼的一寡水流查甲粪扫拢冲到出海口的东石渔港。要甲20栋的水流查甲粪扫，甲规个港口的海面塌甲满满。县府伫初三赶紧派人来清。 今天早上已经派驻我们厂商将机具已经进驻利用海域上的船筏以及陆域上的怪手将这些漂流物来尽数清除。 港口拢是粪扫加水流查，渔船无法度出去，也可能去弄到沿海饲蚵仔的鸡仔。嘉义这边的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有灾情，排水整治加边坡的安全特别受到注意。民众希望伫咧后一遍大雨来进前，会当赶紧做好预防加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洪山的中义里等所在，因为地势较低，10月冬来一落大雨就淹水哦。今年6月份到达嘛已经淹3届咯。市长陈其迈今仔伫议会面对议员的质询，市长是讲后礼拜甲农委会来讨论，要使扣水池来解决洪山淹水的问题。 高雄洪山府前路7月中因为强降雨直接变成溪流，但这已经毋是第一摆。10几年来，每一道拄着大雨，洪山中义里也就是市府的洪山行政中心附近就会淹水。附近的车店每一摆落大雨，都要刷车搬零件，非常的困扰。这个地方它又没有办法去做那个防水闸门，因为它会从那个排水孔倒喷出来，所以做那个其实没有用。下大雨超过75毫米，这是天灾啊！你不能老是叫我，意思是叫我们说，在这一段期间叫我们里面要忍耐吗？那么我们就6、7、8、9，那么我们就不用缴税了啊！一直淹水，让里长不满，认为中义里根本就是洪山的避风池之一。里长甲民代希望市府面对极端的气候，会使有关防洪的标准。市长陈其迈表示，会伫农委会洪山万一试验所做出漏的管制，设法解决淹水。凤山地区的这些包括曹公郡的分流，跟有一些的这个雨水下水道香南干管的一个改善啊。那第二个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园艺试验所能够出流的管制可以把它做好。虽然市府当地想办法改善，但新的风台愈比已经产生。
恐惊这2天开始就会影响到外岛甲台湾。我们有可能会在下午到傍晚的这一段时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根据目前的路径来看，假如强度上没有太大变化，路径没有太大变化，对于澎湖、金门、马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可能会在明天下午有机会在下半天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地方地顶建设需要时间。但对淹水已经淹10几年的里民来讲，恐惊袂赴。但希望这摆风台的雨会当较细，莫互因搁面对淹水的噩梦。记者高雄报道。西南气流雨水高哦，各地农作物嘛水上甲真厉害，亲像西瓜、菜瓜、才瓜仔类的。台南目前嘛大约已经损失200多万咯。台南市农业局嘛请区公所呼吁农民主动来通报灾情。连续几日天变大雨，积水所带来损害，互农民真无奈。就算已经调工用土甲田喷较悬咧，落大雨积水也是互13公顷的小玉西瓜全部拢浸伫水里，要卖嘛卖袂出去，等于是全部拢爱定种，一分地爱1-2万的本钱，即马拢趁袂回来啊！拢差呀，甜度也摕，果也袂大，拢有。所以当着即款安尼。当着咱咧堵水的情形是等于拢无救的，拢无救啊！这算较无遐青脆啦，这个若大伊就有啦，较细啊，这个应该青的嘛，地头啊，哦。那小玉啊损失严重，就连东山区的菜瓜嘛因为紧浸水浸甲烂去，叶啊嘛黄去，影响到菜瓜收成。这个拢伊的时间啊，就是因为你看伊出来了后，这无拢去烂去了，所以伊的作物就是无法度啊，站袂掉。这个叶子已经黄化了，黄化的叶子就会导致这整个一个丝瓜的一个成长非常的不好。连这个大雨已经对台南市的农民造成超过200万的损失。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指示农业局甲区公所来调查灾情，若是符合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就会提报予中央办理现金的救助。接落来可能阁有风台要来，农民除了爱有风，可能阁增加损失，家己的安全嘛爱加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伫初时宣布讲要有条件来开放水上的活动哦，也毋过嘛是阁袂当收水、畅水甲洗温泉。南市哦是有8成民众反对船公司载游客到南市，所以8月初9之前船班嘛是阁暂停。疫情降到2级警戒了后，逐工拢有一帮船往回绿岛，即卖已经出现部分的游客想要去绿岛耍水。初时台东县政府宣布有条件开放水域的活动，毋过也无开放收水、浮水味，甲侪人做伙咧浸的温泉池，互去绿岛佚佗的游客是淡薄仔失望。我是以为有浮潜我才想去，行程都定好了，去玩个1-2天吧，本来要玩好几天的。台东县政府表示，考虑台东连续55天零确诊，豆豆有条件开放水域活动，甲夜市会当伫咧店里食物件。特别是水域有开放畅水、甲厝影等等的活动，毋过伫咧活动的前后，拢会全程挂喙安。业者讲是有较困难，毋过也是会配合。这2个礼拜以来，整个国内疫情并没有严重的变化，所以我们想说，那台东毕竟还是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就把这2个部分也逐步的开放出来。干的口罩都放那个夹链袋嘛，然后上岸之后就把夹链袋打开，把干的口罩戴上。南市嘛是游客真介意去佚佗的离岛，毋过南市有8成的民众反对游客入去因遐佚佗。乡公所要求客轮的业者船班都来休困。目前到初9进前，南市的客轮拢无开。毋过后礼拜中央若是阁放定防疫警戒甲防疫措施，乡公所讲可能嘛就爱开放，敢若会当要求业者甲游客都要自我管理。医疗资源上也比较缺乏了哈，所有的乡民大概有8成是不希望开放，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卫福部的一个指示啦。疫情互台东县的景点是封起来2个多月，都烦恼讲若一个开放，就一直来坐游客。县府表示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来随时做调整。毋过离岛在地居民希望讲，政府会当制定更较严格来离岛佚佗的条件，避免造成疫情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已经降做2级警戒哦，拜六礼拜伫苗栗第13架线做桥崩坑的出口有真侪人徛过过，也毋过是违法的奥多拜，拍算要做伙出去佚佗，警方嘛对因开出20张的罚单，强调讲若是违法，就会以公共危险罪来上班。警方甲改装的奥多拜查落来，发现几啊只拢无按目骨领，遮徛奥多拜的人看警察准备要开红单，随乌白编一寡理由，是互人看了害头。那后照镜我没有装，会掉。
坏掉也要装啊。怎么样坏的？被石头砸到。另外一边还有几啊只奥多麦，甲因当讲违法改装，警察当场要求伊发车，结果声音是大甲真惊人。奥多麦已经无合格，警察嘛一个一个调查骑士的身份，发现3个人无驾照，其他共党的看到警察来就随逃走。不过警察调监视器发现讲，因哪像用的反光的贴布，甲车牌搭起来。不过比对因的清查甲奥多麦形体，尾手也是有找到这违规的人。不是啊，我说车牌不是我们的，我知道。顶一个拜六礼拜是港做二级警界头一个休困日，苗栗台13架线造桥崩坑附近出现济车友，按算做伙出去佚佗。警方接到报案，发现差不多有30-40架汽机车往往做一伙，毋但引擎的声是呼呼叫，嘛烦恼会真做防疫空棚。我们立即派出22名快打警力前往处置。当场拦停盘查，及调阅监视器，共开出20张罚单，新台币41000元。警方出动快打部队烂早，开出20张违规的罚单，为时间甲因行的路线来研判，应该是有几个车队。后来警方嘛透过监视器调查，若是有伫咧车路驾车变速度的行为，嘛以刑法公共危险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管制放任更加上热络，最近要去考汽机车驾照的民众是真多。伫8月底之前，台中中华南投这所在的监理站考驾照的人数拢并倍。台中市的监理站嘛甲名额对一日40个人增加到100个人。机车的链仔缀着线，警报大声吼。台中市监理站8月初4顶部出现考照的人潮，民众等这张驾照是等足久啊。7月的时候就有一直在等，然后在等8月的微解封之后才排到这个位置。大概等多久？等了1个多月吧。哦，之前有啊，有延误到延误多久？哦，差不多快2个月嘞。2个月。对啊。今天才考到。进前5月3级警戒，各地监理站为着避免关注，将考照的名额减到平日的1/3。以台中市监理站来讲，高日敢若开放40人左右。7月27管制降级了后，开放到高日100人。这阵休热真侪人要考驾照。8月底进前的名额随风预约了了。基本上在8月的通通满了啦。那我们因为也有怕说，就是有一些考生比较特别的情况下，可能他只有，比如说他只有，一般都是要求要网络预约啦。那万一说考生他比较特别的情况，要再由他们承办的股长方面呢，再去做弹性的一个调整。面对大阵要考照的民众，监理站是唔敢大意，室内上课考试全部就要让位坐，室外道路考试也要专程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监理站表示，会阁看情形加开假日考照的场次，保留名额存求的空间，配合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